着情歌陪破歌，同款的这。好，咱继续来读这个补充资料吼。165年11月21到1654年2月27的补充资料吼，一篇尔啦。所以咱这篇读煞就直接跳到1654年啊吼。咱顶回读到各怀疑的这个叛乱吼，应该是读煞吼。过来继续吼，迄个耶稣会教，耶稣会教，耶稣会教是天主教的吼。Martinus 吼，这是什么意思啊？Martini 坐公司的船帕埃尔号要转去荷兰共和国的时阵，途中伫巴达维亚就已经甲总督府当局西南沿海沿岸各省的紧张情势，甲总督府讲啦吼，伊讲即个军阀吼，这个法律我查一下。法读做法吼，法就是道平的门线，叫做法，或者是世或者是世家积聚的功劳吼，或者是公臣的处体。公臣的处体，安尼法和军法，这是要安怎讲？要安怎解释？毋知。哦，法哦，应该读法第八声。军法，伊讲军法陈成功吼，国姓爷和伊的军队渐渐被击退啦吼，打击吼。情况愈来愈困迫，伫西南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传说吼，该官员和一个大明的忠臣吼，计划要派一支舰队要回到福尔摩沙。来，这注卡第8个，我来看觅。参阅哇，这荷兰文我袂晓念吼，或者是另外一本字哈。这个耶稣会教 Martini 甲巴达维亚伫巴达维亚都已经甲总督府当局吼讲即嘛伫西南亚诚紧张吼，咧海岸遮诚紧张，所以即个陈成功伊的军队有可能会想要走去福尔摩沙吼。总督甲东印度议会并无相信即个消息吼，这已经开始就是，这算已经带一个即个。线伫遮吼，即条线就是根本印尼遐根本就无拍算要，就是无相信即个消息嘛，无相信即个可能吼。按照因的想法，陈成功真清楚讲日兰亚城是我都抢袂来吼。就算伊占领全部福尔摩沙的乡村，伊要伫日兰亚城堡，也是。必须要和公司可见真久。总督府最后决定，西南人伫福尔摩沙的活动，必须要另外看做是福尔摩沙，算福尔摩沙就是你写啥啦？写大陆本岛发展演变的结果，安尼是要安怎读？看什么？这是看无啦吼。必须要另外看做是
大陆本岛发展演变的结果。你是认为讲，即马各怀疑迄遐发生的各怀疑事件含即个地形国要来吼，无直接牵连啦。你安尼想吼？迄个波动，尤其是因为迄寡西那人移民吼，西那移民因为家己卑微的地位，而感觉失望才爆发的吼。巴达比亚当局认为讲，伫佛罗摩萨岛上的即个西那人享有比因伫个家己国家搁较侪的自由，因此也搁较有野心。因此，公司要对即寡移民继续来行使权威，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特别是只要目前西那继续发生饥荒，难民就会一直大批倒来即个佛罗摩萨。另外，有一个对即次波动所学到的聪明的教训，就是和原住民维持良好的关系是真重要。这种关系会因为少数人的实际行为来遭受到危害。譬如最近迄两个翻译员伫个 Pinot Run 写的即个恶劣的行为所显示的安尼，因此场馆甲议会将来必须要严加监督，互公司派去地方的代表，不得有任何的机会对因的佛罗摩萨的部属来为非作歹。因着明明知影讲，即个和原住民维持良好的关系真重要。为虾米伫个发生？为虾米直成讲拍来卫星的时阵，原住民好，我哋咱所知影是历史上实际上最后原住民并无帮助荷兰人啦，吼。荷兰人开始伫普罗宾夏建造一个城堡，有算要开支2万豪吨。这项经费的来源有一部分将会来自西那的查某人，因以早免纳人头税，以后嘛爱因来征收人头税。1652年10月，佛罗摩萨的驻军人数是985人，伫热兰亚城堡有427人，伫乌德勒兹堡、乌德勒基碉堡的有35个人，伫海堡 Zeebrugge 吼也有35个人，伫维里辛根少数有21个人。维里辛根敢若是伫个，叫啥物？东港啊，即摆叫东港吼，我袂记个名。迄当阵这地名煞袂记。其他的毋是东港，是东港，是嘉义的迄个什么港？东石啦吼。维里辛根我记得是伫芒港较起，迄叫芒港哟。哦，东石芒港遮啦吼。我即马看这个地图，结果就看到伫东石遮啦吼，因为我刷来东石遮，结果看到白水湖，嘿，插到一个地名白水湖吼，这应该就是进前，我啥家己名袂记，OK， 回头就是这只吼，白水湖受岛。看一下相片，真水，哇，够水的。好，
白水湖，一个一个沙洲啦吼。好，咱转来第四只。讲伫海堡35个人，伫威里森根少数21个人，其他的军人分散伫岛上工作，其中有36个人伫国车担任学校的教师。即年9月的新仔人的暴动造成真多的损害吼，产业的农作物被毁坏去啦，应该是毁坏，像通常安尼。寄放伫个新仔人厝里的大批的米甲糖拢失去，规个普罗宾西亚的厝，除了几间砖仔起的厝以外，全部拢烧害了。抑阁有迄寡头家对公司号来赞助新仔人农夫的借贷的商品。目前嘛无法度遵照约定用糖来纳现互咱，因所借贷的4万里尔，抑阁半数以上也未现啦吼。佛罗摩萨的贸易又阁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新仔人农夫的糖产会有丰收的高度的期待嘛失落去吼，因为只敢若收8000担。真可能下年度会有较好的收获，因为根据赤坎的土地测量师的看法，甘蔗生做正好，后一厝应该会特别丰收。1652年5月初4公布关系到一个货币体系货币体系关系到钱货币体系的告示。整体来讲，并无发生效应，无效啦因为即个货币规则是伫台湾有透纳流通着通用的钱币，甲其他数种的即个货币即互公司损失约13000里尔货币我是读空出版啦。我毋知要安怎翻咯吼，即互公司损失了约13000里尔吼，毋知安怎损失的，看无。该告示的另外一个有害的后果是，新仔人趁即个机会将钱币大量输往新仔去趁即个机会紧甲钱都。输往新仔啦吼，伫遐落价的钱币保有原来的价值，即个价值远超过当时公司所宣布的价值。新告示的公布必须要阻止即种有害的钱币输出。我伫咧因伫1652年5月初4的时候，有一个算货币体系改革的款，但是无效吼，因为一个空胖伫遐，钱拢流出去吼。唱水夫又搁对变对船江可号的残骸获起479担的铜吼。长官 Verburch 现在决定，伊希望伫1653年被调转去，为着要更较方便处理村社内底的即个诉讼案件，除了法务议会内的2位代表以外，还阁要任命一个地方官甲一个佛罗摩萨议会议员，伫 provincia 来升堂办案。总督的一般报告这是顶头写，这是总督一般报告过来。1653年，拄则拢是1652年嘛，1653
拄开始的几个月中间，新仔生理人开始伊搁载黄金来台湾。公司因为欠缺要用来交易的上重要的即个筹码，即寡词我查一下吼。筹码，筹是读做筹吼，筹备筹备嘛吼，筹备、筹划、筹算、筹策吼。什物筹策、筹划、筹备、筹算，即全部是文言词啦吼，伊个邮票一个文字。筹即个筹的规则是为着要计算即个次数，就是几摆吼。为着要计算即个看有几摆吼，每一摆互劳动者的得付或者是差付吼。迄个就叫做筹吼，照筹算钱，例句是照筹算钱吼。你若伊即卖话，就叫做啥物呢？一个插袂记叫啥？筹啊，一下想袂起来，好，筹计无筹即个今日点规则是计无拍算排列。举签、视刻、放筹、举筹、筹筹吼，筹码、筹码读筹码咯。我来查一下好白。大理大书店有收，伊是收货币吼，货币是泉州腔啦吼，货币，伊无别个腔口货币，或者着货币、货币吼。我会腔口读货啦，所以我才读货币吼，货币。啊，你若南部腔读货嘛，就货币吼。好，你即个是例句词啦吼。货币吼是例句词，伊写规则写例句词，读直接读空字辈啦吼，货币、货币、货币吼。我查一下看一下原文。好，货币好，咱就直接读货币。筹码货币吼，读到倒位？好，讲1653年最初的几个月间，新仔人开始运黄金来台湾。公司因为欠缺要用来交易的上重要的筹码，日本的丁元，就是日本的丁元啦吼，递到公司人员真澳来收买黄金吼，因为欠丁元吼。除了护照留有销路以外，福尔摩沙的销售也未有复苏的明显的迹象，安尼吼，光复苏嘛吼，对，复苏的苏字我看要来读，苏读做苏吼，苏就是搁挖起来吼。即个复，伊即个苏字复苏，即个苏吼，苏字伊是写
汉字写做更生，更生啦吼，就是迄更生夹做伙嘛，夹做一字吼，叫做疏吼。啊，更生就是个活嘛，所以字的规则本身就是个活吼。啊，伊讲即个疏字和耶稣迄个疏字是相像的字啦吼。啊，所以耶稣的疏字就是个活的意思吼。然后所以因厉害吼，会用即个耶稣的用即个疏字吼，个活。我来查一下迄个，查一下空虚字典。哦，免，直接看教育部中编国语词典的疏字，就是伊的意思，就是疏醒四字复生，四字复生吼。譬如讲复苏，啊，即个疏字嘛，会当写做迄个更生迄个疏，或者是立姓人的立姓迄个疏，什么苏金枪迄个疏字，共意思拢共意思就对了吼。好，所以耶稣的稣就是国活的意思吼。但是耶稣的即个音吼，你若用台语读耶稣，其实是离原文是离足远的，差足远的。伫伊应该是希伯来文的名啦吼。本来是读做耶稣吼，就是华语翻译迄个耶稣吼。啊，比如讲我所知影，西班牙语读做 Jesus 吼，啊，但是英语嘛走音去，英语读做 Jesus 吼，迄个小可走音去啦吼。但是台语走音上严重，是因为伊读耶稣是其实是对和合本的即种，迄当阵北方的即个官话翻译是翻做耶稣吼，伊直接摕这名来用伫即个巴克利版，直接拢摕迄名直接来用，啊，变成讲你着爱读做耶稣，啊，音着走去啊。巴克利版就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安尼，就是伊迄个翻译的名吼，毋知为虾米会去摕迄个就是和合本的迄个名摕来用，摕来发音啊。当然伊是写白话字嘛吼，啊，照你爱写做耶稣嘛，奇怪伊就是写做耶稣啊，就一看就知影伊是对即个和合本的迄个耶稣翻译过来。这是我所知影，巴克利版我感觉伊做了无好的所在吼。巴克利版伫我心目中是上好一本圣经吼，我讲上好是包括含英文版比，含其他的版本比吼。我做读过吼，就当然我是指我所读过吼。因为你若用迄个新网的网站吼，你会当直接去各种无共版本的，拢会使比对来看。啊，我定定会比对，比如讲中文、英文加即个巴克利版的，会对照看吼。甚至是用西伯来，或者是西伯来文，希腊文啊吼，希腊文也是迄个希伯来文吼来看。啊，当然我袂讲伊去比希伯来文甲迄个希伯来的原本啊吼，我意思是讲和其他翻译本比起来吼，巴克利版一直是我心目中第一名吼。好 ，OK， 咱转来遮吼，讲荷兰人因为欠中文嘛，所以因无法度买黄金。啊，除了护照小可有销路以外，福尔摩沙即个销售也阁无复苏的明显的即个迹象。即个字是读做遮还是折啊？我查一下吼。
读做直夹直夹足触夹拢会使吼，骹夹骹手底叫做触，骹手较长是下底就是骹只底，就是骹只底上意思，骹只底就是触，或者是读做足吼，夹夹骹夹。骹手底，就等下吼，我来查一下。但你大书店我查一下骹手即个讲法，无呢，汉字无，我用白字，骹 KHA 第一声笑 CHHIOH。哪一直拍毋着 ？KHA 骹笑，无呢？但是大书店无收骹笑，即个甘瑞店用的即个骹笑，骹夹夹相吼。福尔摩沙销售也无复苏的明显的夹相。好，来，咱继续读落来吼。处理新仔人农夫的暴动了后，日兰野城堡的主管又搁处死两个暴动的领袖。事后看来，福尔摩沙县居民伫迄个战斗中所杀死约2600个暴动者。公司为了答谢因所表现的勇气甲忠诚，赠送因布料，像看眼布甲尼卡尼亚斯布，而且为着要庆祝胜利，宣布各社举行一天欢喜闹热的日子。宾欧乱社民全体拢被认为和台时派驻该社翻译员拉斯奇和拉文斯顿的罪有关吼，就是规个社拢有关系啦吼。但是对因的处罚轻微，只敢若禁止再严去互因。现在牧师 Gilbertus Hubbard 回国转去，而牧师 William Brackle 则死去啊吼。岛上即嘛只剩3位牧师。按照长官 Verberch 的讲法，伫牧师甲政务员中间产生的歧见，已经无法度消弭，即个读弭哦，弭。弭读做弭，消弭。这较早应该捌查过吼。讲伫牧师甲政务员中间发生的歧见，已经无法度消弭，因为即个无法度克服的难题，加上伊个人伫咧即个冲突中牵连的关系，本身就是事主啊吼。所以 Verberch 决定要求辞职，伊答应要踮咧巴达维亚亲自来总督府当局来答辩。那算真好叫嚣吼！要求辞职，等于巴达维亚收购就对了吼。毋是，应该毋收购，就是要伫去遐答辩吼。总督甲议会无遂同意伊的辞职，因希望伊继续留任，并且伫咧法务议会合作之下消弭迄个歧见。真显然，伫咧福尔摩沙甲日本中间航行的荷兰船只，一直拢伫被检查是毋是有违反私自贸易的号码，因为即个
因为即蛇项线伫咧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拢有暴风雨的即个吹，即是息哦，吹袭。吹湿，吹湿吼。讲你即条航线伫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拢有暴风雨的吹湿，哦，就是日本甲台湾啦吼，日本甲台湾中间。要执行即项调查啊，要执行即项检查的任务一定是无简单。这是1653年总督一般报告吼。来，搁继续看啦。伫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对一只伫咧1653年3月自佛罗摩萨到位的即个加族船吼，加族船，就是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啦吼，对即只船啦吼，对佛罗摩萨驶到印尼的即只船吼，以及对1653年5月12号驶到遐的大船布鲁因维斯号，哦，对这两只船知影讲，佛罗摩萨的贸易还未有恢复起色，本季节的糖的产量上侪嘛未超过1000担。然而，城堡已经不再为着陈胜讲可能会派舰队来入侵来惊吓咯，哦。新任的淡水主管对陆路经过18天行到伊的任所，照伊的看法，遐的驻军势力太薄弱，无法度有效来制服伫咧宾罗湾社鼓吹暴动的人。宾罗湾即嘛只第一道看咧，第一道看用汉字注写讲，这是无姓湾社。我来查一下无姓湾啦吼，台湾迄个湾。无姓湾。无姓湾社，我要，毋是无姓湾哦，迄字含胜利的胜伫遐胜，所以即马即只是拍做无姓湾，但是我去 Google， 伊去要考一个社叫做无老湾社吼，无老湾则对啦，因为迄个音是宾罗湾嘛。宾罗湾、有老湾，伊写开达格兰语是叫做不老湾，社名又搁有记做无老湾、无流湾、无略湾、无老湾，或者是称作变老卵社、宾罗湾嘛。好。是台湾北部原住民平埔族中凯达格兰族的一支部落，凯达格兰呐吼，直接台语就安尼读。活动的范围约落是即嘛新庄吼，台北新北啦吼，新庄邦桥即个位啊。有老湾、新庄邦桥，我就看一下，新庄加邦桥，大概我现在无解释。新庄三重埔新庄邦桥过即个，即只应该是叫做淡水河啦吼。三对即只，新庄邦桥，
我特别若驶3号高速公路伫搁较南边，哦，即只是邦桥 ，OK， 好，好，五老湾下啦吼，好，日志读到倒呀，就是讲即个淡水的主管啊，新任的主管啊吼，伊会看讲认为讲啊，遐驻军势力太薄弱，无法度去制服伫即个槟榔湾社吼，着五老湾社鼓吹暴动的人吼。槟榔湾是就是敢是进前讲规社，我看规社拢含迄个暴动乱有关的槟榔湾，吼对，应该是讲即个，所以是伫个邦桥新庄邦桥即到位啊，迄个原住民啊吼，袂爽着甲迄个翻译员杀死吼，当然是去用 Q 告啦吼。好，来继续讨论。Cornelius Caesar 被派任做下任长官 Verbuch 的继任者。伊的拄则毋是讲 Verbuch， 无哦，是个这上伊原来真正个是头路啊吼。伊的就职典礼伫1653年7月18号伫热兰遮城举行吼，所以换新的一个长官吼，就 Caesar 吼，凯撒吼。1653年有6只船载荷航往台湾，总共载去30，这只应该是，这是对印尼来吧？航往台湾应该是只对印尼来吧？总共载去388638号吨的货物。1653年7月31号，一场暴风雨，互规只停伫台湾沿海的船受到损害。通往热兰遮城堡迄条港道伫大淹的时阵，水深嘛不过是9尺到11尺半吼。即个尺毋知是英尺还是啥物尺吼？咱算英尺啦吼，9尺不过是差不多9尺3米尔啦吼，3公尺尔，水深则浅吼。一人差不多一人各半人，3米差7层楼啦，算7层楼安尼。甚至呢，定水深无够，互船来入港。长官Caesar请总督府当局爱对此爱注意，对祖国来的船只敢若会当派食水较浅的船来台湾吼。这一年6月中。台湾的商务人员买到6吨半黄金，这是贸易有起色的良好的征兆吼，征好啦吼。这批黄金会当直接载去 Coromandel， 毋知啥物所在吼。公司有企图要去阻止西南人去东南亚。其他地区进口俗的迄个胡椒，其他人载去台湾的商品也阁真少。根据郭姓爷甲满洲人中间当咧协谈合议，如果因中间达成合议，台湾的贸易也应该会当繁荣起来。长官Caesar甚至认为安尼的合议将是满洲皇帝解除伊封锁真侪西南海港的命令的条件。郭氏爷嘛表示讲，伊准备要搁再和公司来交易，伊将会为此互10只篷船来出航。伫1653年中，福尔摩沙的贸易总额是381930号吨，岛内的收入是285770号吨，开支是328784号吨，所以了钱就对了。开支328000，收入285000。存落来资金是1608950号吨。对北社和北港
只敢若收入26,715里尔，因为六甲嘛落价递到即项收入比去年少1万里尔。对新仔人居民所收到的人头税嘛，只敢若有37000里尔。1653年实施台资法北吼，台资法北应该是讲台资的即个管理北出去吼，对规个原住民的村里设立试验性的公司的商店。即一年的北区地方会议伫3月14号举行，南区地方会议伫3月17号举行。这两区的所在总共有127个村社，会长老来请看的公司定医年来出席开会吼。除了顺令命令因公司宣誓服从以外，即寡村社长老中间的意见也由长官来解决咯。1653年6月12号，伫卑南举行第2次的东区地方会议，有37个东区村社的代表出席开会。伫淡水甲基隆地区，根据遐的主管 Simon Kierdeco 的报告，无搁再发生严重的事故。就是讲，因之前有一个伫新庄邦桥遐发生这事故嘛吼，甲即个翻译员台词吼。伊讲台时公司翻译员 Ravenstein 甲 Lice 区的迄两个武老湾社吼的原住民，已经由该社人指出并且被公司抓来。该社就是武老湾社的头目嘛，表明讲愿意重新来归属公司，因此取消对因的处罚，铁甲盐会当再去因的村社咯。1653年8月25号，有2只船载着价值18503毫吨的货物和30名士兵对台湾航往淡水。淡水主管 Simon Kierdeco 因为乌西啦吼落台吼，伊是写有笔吼，我无解清楚是啥物代志吼，有笔吼。狂猪背是母背吼，但是这台语当然是无安尼讲。看啥物情形，看是乌西还是啥吼？佫会记无？贿赂用路，佫会记无？袂记来复习一下。路第7声吼，我会安怎用即个汉字来查才对吼？用即个汉字，回路的汉字啦吼来查。有下底即寡讲法吼，沿路、下路、回路吼，回路、埔路、西路吼，埔路、西路、回路、下路，回路、下路吼 ，OK。好，咱转来看吼，即个淡水新主管啊，去偌久尔，新主管啊，结果就落台啊吼。因为即个可能是乌西落台，无一定是乌西啦，有可能发生啥物代志吼。由 Thomas Van Iberen 来接任，伫南方山区里的村社 Vangarit、卡西里甲 Subject 和 Derodi 干社，继续不断出来。威胁和公司友好的边地村社，同时接到报讲，伫瓜达翁就是大道王社东边的 Povali 社的居民对 Kakara 社独5个富人人的头
即寡凶手当中已经有3个被抓到。政务员 Janice Olario 伫1653年5月，带领25个军人甲规个福尔摩沙人去征讨van格里社，但是战绩惨败，就是拍败了吼。因为叛徒事先得到报，所以就伫咧通往该社的路途呢埋下陷阱甲铁蒺藜吼。铁蒺藜是啥？应该是一种食物吧。伊即嘛讲叫做铁网啊，挂顶头挂刀片迄种。蒺藜读做节吼。我先查台里大书店看有收蒺藜无？有吼，台里大书店有收蒺藜，歹势蒺藜吼。蒺藜就是读蒺藜，铁蒺藜吼，读做铁蒺藜吼。伊是收蒺藜尔啦吼，蒺藜科三脚虎，所以白话另外一个讲法叫做三脚虎就对了。我看一下日文版。蒺藜伫倒位啊？哦，蒺藜伫遮，蒺藜科蛤蟆比氏哦。另外一个白话讲法叫做三脚虎，我查一下三脚虎，三脚虎草。我先用蒺藜查一下。蒺藜又搁称作刺蒺藜，是一种定常见的食物。伊的即个果子顶头有尖刺，定做药材用，所以即个有尖刺啦吼。伊即个果子顶头尖刺。我看这图生做若敢若，这边怎讲？若敢若海边啊，迄种肉粽形有无？迄种形的即种果子吼，但是伊顶头是尖尖的刺安尼吼。好，三脚虎，过来我要查一下三脚虎草，三脚虎。所以为什么叫三脚虎？因为我拄则讲若敢若肉粽有无？若肉粽有可能有3支骹、3个角安尼啦。无，我用三脚虎去 Google 无看到吼。这是台语讲法啦，三脚虎啦。好，来转来日志遮。讲因为叛徒事先得到报吼，所以因即个本来派去要征讨即个van格瑞社，因为van格瑞社去共甲别个社即个5个富人的查某人，富人的头共夺起来嘛，所以就去征讨，结果呢去征讨结果失败吼，因为叛徒事先得到报，就伫咧通往该社的路途呢设陷阱甲铁蒺藜吼。张瓜史社认为讲公司袂使因为即个败绩来作罢吼，袂使讲安尼就准煞吼，因为若无继续来进凿，就是无甲凿灭啦吼，将来整个南方的福尔摩沙山区会有切断公司关系的危险。伊甲总督府讲，一旦决定，就要派兵去遐征讨，
此事上好伫12个月或者是1月中来实施，因为迄期间天气状况上理想。长官认为讲公司应该一直和福尔摩沙的盟友维持良好的关系，安尼会当互因不致被引诱去和其他人合起来对抗公司的关系。政务员拢方面讲，必须要严格监督因的属下迄寡无经验的经常是对低阶层的军人去冲动即个学校的教员甲翻译员命令因对原住民必须要行为端正。哎呀，结果我即个补充资料看的，敢若根本读袂了，搁4分钟，好，尽量啦后下年度糖的收获，估计是会当收13500担。是那农夫伊佫开始扩大开垦因的农地，其中的1334甲的地用来种甘蔗，3731甲的地用来种即个稻仔。公司的即个普特曼斯农区，该区是全福尔摩沙上肥的农地，建造了一条新的道路，甲迄条道路做甲无论是可欢的贵座或者是富贵车辆拢会当通行无阻，就是不管是落雨还是无落雨啦，拢会使行。Albert Hoogland 地方的电官，什么意思？伊是第一个伫福尔摩沙担任即个位的人，伊的职能包括着，伊必须要每一礼拜爱主持开会一摆。该会议有2个法官甲2个其他人的头家同齐开会。1653年又搁因为即个蝗虫台语要安怎讲？草莓啊，草莓也是一个足 general term 啊，不管是蝗虫什么拢叫做草莓啊。蝗虫我看一下，不好意思。蝗虫，草莓是漳州腔，草莓是泉阳腔的款咱较常听到漳州腔啦草莓毋捌听过草莓人鸡公食5谷的红强，哇，直接空主背。看汉字安怎读？直接红强，我拄则无读毋对就是文言词啦。文言音红强，白话词叫做草莓啦你若写文言词是迄当阵的全世界通用啦，当然迄阵全世界我是讲迄个汉字库啊啦你若写红强，大家拢看有，但是你若写草莓，就敢若讲台语才听有啦讲即个河洛才听有好，1653年因为洪强成灾，造成全岛饥荒，4国拢看到有人破病死，就是得到即个麻疹甲热病。麻疹，台语是安怎讲啊？我袂记，出片哟。麻疹，大理大师咧有收麻疹。4月看到有人破病死就是得到麻疹甲热病。公司的建筑物真侪所在拢需要来修复。伫咧赤坎，工人开始兴建起一座新的要塞——普罗宾夏城堡。这座要塞将来会当容纳40-50个军人来驻扎内底
巴达米亚当局时间内当提供所需求的500个军人的半数予福尔摩沙，加上即寡军人驻扎伫全岛的军人总共有910个，其中佫包括35个去充做临时的学校教师。好啦，读袂了啦，时间到佫读袂了啦吼，读到遮吼。佫剩即2、3、4、5、4段、4、5段吼。好来，我要来关房咯，感谢各位。